麦克风试验1、2、3 ，OK。就我大。像这个在咱直接要开始，咱会前面下些时间，请这个拢坐好。训练后日手的时光，信息67首，我是无问题。来，咱大声。
咱会后有一首的回应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咱对声来。来就像在无尽黑夜里，我用心情告诉你，你当年如真心让我真世界到底。我一个声音，我有一副在回忆，你的美好是我今生所要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让人始终耶稣。最美的祝福，就是让人接触耶稣。高高的飞。好，咱练习到这。这个是那个，哎，这个我姐姐啊。弟兄姊妹平安，家人姊妹平安。今天是华台语的联合礼拜，也是在这个华语的联合礼拜，所以伫礼拜开始之前，请各位姊妹手机、关机，咱来平安心来平安的礼拜。希望我们在礼拜开始前将手机关机，我们一起来寂寞的当中来等候进入今天的礼拜。
枪照吧。有金的根来自世间的救恩，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是咱来献息给你的那个失去，关心我所的，我所来这是激励，就是这样的力量精神。
再来信用。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一起让来邀请首年的，我们一起来读今日的圣经经节。今日的圣经经节有两处，有诗篇以及路加福音。我来读，大家来看。首先呢，台语，诗篇的第34篇，第80到第10节。你着试看，就知耶和华是好，我口伊人有福。耶和华是我对主人，你着敬畏伊，因为敬畏伊的人无欠亏一项。三群有欠亏有妖，独找妖怪的人无欠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念华语的部分，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来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因为圣经在五加福音书五加福音的第9、第7、第8到第9节，来去看耶和华。为了咱的上帝灵敏的心。伊安尼互早起时的日，对顶面来到平安，来照遐的前途啊，甲死里中的人，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华语的部分，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请上帝嘛起来，过来祷告的时间。主啊，你是好，我靠你的人的身体，我这来敬拜回到你。主啊，你是美善，投靠你的人有福了。我们要来敬拜赞美你。
是咱三甲阿伯来祈祷，可以是同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智慧上帝，我满心欢喜，抱着敬畏的心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感谢你使我安歇我，无法当暂时放下生活中的压力。
以及心中的担当，来到伊面前安静听候你。今日是特别的台语欢喜的联合礼拜，我也要用无共款的言语，同声来为我宣告你的主旨听法，因为你是看你荣耀尊重的主。主啊，我们在这敬拜，用用心来到你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亲自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使人出黑暗入光明的神，是使破碎生命得着医治的神。今天我们要透过你进来弟兄的生命的见证，要看见你真实的作为，从恐惧变成平安，从伤害变成医治，从迷失变成有方向的人生。求你今天这个见证对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是听别人的故事，更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主啊，若我们当中仍有在黑暗中的，求你亲自光照；若有受伤的，求你医治；若有迷失方向的，求你带领。也求主赐福今天的华台语联合礼拜，让不同言语、不同世代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同得建造，同享平安。主啊，我也要将教会事工、学者、正当工、健康、姊妹、家庭、甲工作，拢交托伫你的手中，由你继续来带领。我用智慧来规划一切的事工，用敬虔、合一的心志来学习。我能够教会伫这个世界，伫这个社区最根最严来见证出你的名。这时，我也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来做我们当心行的祈祷。我们这时候用主导文来做我们的祈祷。作者当道分享的时间，请就等的告诉。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你们也是联合礼拜，所以跟旁边别人讲说，联合礼拜就是活出合一的见证。那今天我们打一本这类是华语本呢，我们合作会来一起来分享，一起享受在上帝当中的恩典。今天我们记载中，无论何时不得是怎么样，都要传福音嘛，所以教会不只是今天才传福音，我们365天都也传福音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完成了8周的幸福小组，我们教会的节期里面，原来也是教会所设定的福音的主题哦。福音的主题就是会当邀请朋友来到教会，会当听上帝福音的价值哦。所以今天也是被邀请来的，请拍挥手。哦，感谢你们拍手。因为经文记载中，因为上帝的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要照亮在黑暗当中使阴雨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路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也是教会每个礼拜要高举耶稣基督的恩典。
愿上帝的光光照我们。我们今天很特别，我们欢迎敬两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做他美好的见证。我们拍手来！我们放一下影片，谢谢。听说平时我们3人就有一个人得到罪，不可能是我，也不能是我。有得过，更容易不好。弟兄姊妹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阿门。这是一个公益的广告。影片介绍的是，谢谢。影片。公司有个要求，希望能够做2到3年。关系都是想清楚了，明天告诉我他。亲爱的天父，在我遇见试探时，帮助我行说言诚实，帮我行为诚实正直。因为正直的承认必引导自己行正直的路，步步安稳。阿门。哈利路亚。下一个，谢谢。
表起来啊，你要可以小的讨论或者是根本不配我这个小孩子怎么样，那种教训啊，真的是非人类。3岁被骂30斤，被妈妈告状哦，爸爸就把头发丢在门面树上抽打。我妈说我差点没被打死，没喝酒已经疲倦回来，喝了回来，啊，我们这小孩就走了。1年级、2年级回来这跟我爷爷相处，4年级3万7结束，回到乡下过年，就很高兴，小时候玩伴，天天玩到很晚才回家。然后妈妈就在一处桂林市也在公园呢。爸爸一直以为他大年初2晚上受不了了，就抽打我一顿。隔天爸爸就被传统所说的咖啡因嘛，全身脱得光溜溜的，无言未语，就请基隆来看看什么回事。结果说是祖先没有拜啊，祖先是保佑我们来托梦也好嘛，我们来弥补要来拜要怎么样？体力透支了以后就懒得说话，眼神还是涣散，他就请了医生来。我们知道他是名医啊。就打镇定剂吃镇定剂，大脑吃了就去世了。过了2年，我妈妈改嫁，来了一个语言暴力的继父，把我骂到真的没有自尊心，所以让我觉得没有被肯定，没有被赞美，从肢体暴力到语言暴力，整个自我形象都没有。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学弟，他是鸡头，那时候就说。但是有一天我当鸡头，就好多人误叫我，因为我需要被肯定。出社会以后当鸡头，哇，我是协进协会从也看我，而且是村里面的，你就看到我被肯定。尊重我是因为庙会需要我这样一个角色，可是啊，又不是一天到晚有庙会啊，没有就是打架、闹事、生活，回到实际生活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就在67年的圣诞节，我接触教会，有人很有爱心的妈妈没有嫌弃我烟臭味、汗臭味，过来帮我翻圣经，我好感动，一直哭，因为他觉得教会里面有爱有接纳。所以牧师讲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到时候牧师说需要去耶稣的举手，赶快举手，举手站起来，赶快站着，请站着走到台前，我第一个走到台前。当耶稣的爱充满你了以后呢？这个信仰帮助你能够去看到我的生母，因为她的原生家庭的背景，还有我的继父14岁跟着部队来到台湾，整个的历练呢，让我看到他们不堪的背景，所以让我能够去释怀原谅。是有一次参加这个追悼全部会，刚好请了市里面刘群邦牧师跟师母来讲天父的爱。全会会长蒋清万、李东岩代表我继父跟我生母来跟我道歉，把我抱在那边哭成一团，然后我就得到全然的医治。我通常都到少年班的时候去跟人分享，看到那一群从小的胖皮的片，我就是看到他们小时候的，有些小孩就恰人恰人，我们去他们就是把耶稣告诉他们，我怎么样从那种颓废。打架进到这个信仰，盼望他们有机会不要再走偏了路。我常常在我的脸书 FB 或 LINE 里面常常讲说，立志为上帝做雨做光，成为一个发光的人，成为使人因着我而蒙福的人。哈利路亚！再一次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要成为使人蒙福的人。今天这个一个牧师的邀请，当基统遇见了上帝，发生了什么事？哈利路亚！好，我们再一次来攻读神的话，来，路加福音8章第78章到79章来请，为了咱在上帝灵里的心，对安尼复杂启示的力，对人民来到彼那来照遐个第2乌暗把4民中的人。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后尾，诗篇34篇第8章第40我用句可以讲，恁着试看卖，就知影耶稣伊的好宝，包括伊人大有福气，咱做人上帝圣的百姓，恁着敬畏，因为敬畏伊无欠亏欠，
三个无徛不要，多多找耶稣的人拢无徛，阿妹。哦，咱来祈祷。现在主耶稣上帝，我感谢到你，主你的慈悲怜悯的听到，互阮一家出这做一回，主阮真正献上阮的感恩。主啊，人是你，主啊，阮无机会来认捌你，主阮将早起。下早时间交通在你的手头，祝你来保守，你来看顾，我伫这当中会当着主你的好保，你的甘甜，祝我感谢了你，我来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好，咱的一生无定着，尽量你来点互伊着啦。大头轻松，你才会吉安着，看命挂到了大十少，因为信耶稣实在真正着，阿门吗？耶稣拯救世间啊！咱若信主得福万啊！信了上帝，你就得头嘛。心头平安，你兼轻松啊！因为主比亲情更加亲。一个心内受保定，虽然天地会变化，但做着人是永远。阿门。好，真正好，真正好，信耶稣实在真正好。常常来祈祷，凡事拢对上帝好。无忧无愁，阁无烦恼，今头的大位啊，轻松阁轻过，日捌耶稣是基宝，平安喜乐大好，因为信了做实在真正好。啊，那真正好，你来唱诗歌无？啊，咱来唱真正好，来，咱唱起来，来。因着上帝的爱啊，让我经历了肢体暴力的生物，还有语言暴力的记录，最后碰到了爱我的天路。因为我住在台南哪里，这个真好，只有3个村庄合成一个里，我们那个是最小的村，只有28户人家。我阿公又是那一里的领长，所以我爸爸当我出生以后，他就慢慢就长大，在我阿公照顾，他生下了2个弟弟，我的妹妹，他就到台北工作了，我就留在家里，阿公照顾我。那个大孙啊，很心疼啊，真正都不知道怎么办常常打架闹事，那时候3岁就会骂3字经。为什么？我阿妈不给我糖果，我怎么签安了？我怎么安你啊？
刚好过年过节，他就跟我爸告状，我爸听不了，碰他跟要连连起来，共谋是一样。这是我妈告诉我的，这是我一个经历。到最后呢，因为1、2年级都在乡下长大嘛，常常逃学翘家，因为我很不喜欢读书，以后看一波字啊，他就死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老师又很会打那种钉条，你懂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我本来去做堆积嘛，偷人家的水果啦，常常闯祸，人家就来跟我阿公来搞因为阿公是领队，我耍掉他孙啊，又怎么样了？那么我阿公真的受不了，就把送到台北了。送到台北，我才经历到我父亲那种暴力，那种暴力。因为我父亲小学没毕业，所以做的是很基层的工作。基层的工作呢，又没有很多的收入，所以我妈妈就在我们租的房子后面人家的一些的土地把它开垦来种菜，种完菜以后再送到菜市场去卖。我们就去帮忙卖，也没有零用钱啊，我们就常常捡一些破单古虾去往那个卖鱼的，往那些割干扔盆要不是常常有那个破铜烂铁可以捡的，我们就把人家晾在外面呢，锅碗瓢盆来捡回来，跑片再来把它磨派，可以往那卖鱼割往扔盆你就早一点通搞等下人讲就遐死你我爸爸就等下讲，这安尼讲过了要来钱塞下卡，因为阵还没有马桶我爸爸真的，一喝醉酒，哇塞，更严重抓着我妈妈的头发去撞这个左脚真的我生长在一个很暴力这样一个家里最重要就是有一天我在街上带弟弟妹妹去外面那种溜溜碰到教会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来教会听耶稣的故事。我听耶稣上面喝水，上面喝汤他就来听耶稣的故事有韩国饼干，我说有那么好吃我就冰的金韩国饼干到上面给要因为听完耶稣的故事有奖征答，好吧因为比韩国饼干还好，那个比麦芽糖更加好的韩国饼干所以我就很喜欢到教会参加主日学，听大哥哥大姐讲耶稣的故事后面的韩国饼干，然后慢慢接触，那些大哥大姐发觉，恁讲话呢，跟阮家拢无同款，阮家的囡仔开始拢错干六条这是这耶稣人太不拉屎你怎么没有讲言语觉得很有水准，慢慢接触他们的爸爸妈妈，觉得他们的亲子关系，那怎么跟阮家拢无同款一到他们的家，风起宁静，我好羡慕因为我们一到家门我们天花板是黑色的因为拜拜香粉干那规拢红黑色的。我们一进家门就赶快冲到房间了为什么？第一冲到房间，第二躲我爸爸，因为我爸爸今天会不会喝酒不知道所以就这样恐惧战惊。圣诞节哇更棒大哥哥就送我们圣诞卡片，美国寄来的、澳洲、日本好羡慕所以我就和爸爸我快点再写卡片，我就天天好好跟同学乒乓跟同学炫耀，同学我刚才去了都会盯着了，我来教会就有你怎么就会传福音就是这样子，好孔豆沙包嘛都还没到修的，过了圣诞节来就是过年，过年了以后我们就家长变故了就是刚才影片所说的大年初三我的爸爸就去拍面有时坑把那个坑安尼车看两条目睭那个就会淋请我们庙里面宗祠的鸡头来当地来祈祷，他们周先拜的交接。那时候我刚好10岁，我一想说祖先不是在保佑我们吗？除夕夜之前我们都要拜怎么可能让我爸爸这么羞耻因为我伯公、我阿公、我2个叔叔全把他压制在床上，沙发请一直吹干两条，到最后当地来
就请了隔壁的一个隔壁村的一个叫恰卡，那唔知影是恰卡无牌，来伤风感冒就打镇定剂，吃镇定剂，所以大年初六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呢，就怎么办？就赶快报警啊，医生来，法医来啊，隔天啊，就把我们家的牛车拉出来，从牛车棚就叫牛车棚加一个结果牌，就这个结果化验，把内脏啊、脑浆都掏空，原来是镇定剂太多，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再到台北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因为我们那边的乡下没有教堂，只有庙。所以我又回到我原来的那种生活继续打架闹事。我2个弟弟常常被我修理，我妹妹很怕我。我妈妈也没办法照顾我们这4个小孩，因为我妈不认识字，所以过了2年改嫁，来了一个语言暴力的继父，真的是常常骂那个 ABCD 骂到真的没自尊心啊。慢慢我上国中了以后，我们全校抽考第4名，不错吧？抽考第4名，但是那个奖状没有1、2、3名那么大张，是好小一张。拿回去给我爸爸看了，我这个继父说，你看读书不那么笨，连个国旗跟国父都拿不到。原来他要看的国旗跟国父，因为他是跟着部队从中国大陆来的。他说看的是国旗跟国父，却不考虑到我真的是拿到全校抽考第4名，不错吧？结果都没有被鼓励，所以恳请在座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要鼓励你们的孩子，好不好？真的，我就是这样没有被鼓励，所以从那时候我就算了，不读书了。但是老师一直很栽培我，一直很疼我。可是呢，我在学校表现得很好，在校外呢继续打架闹事，什么都来，真的把我气到心脏病。到了2年级呢，老师说你继续读书啊，你很聪明啊。可是我已经那时候铁了心不读了。老师觉得我很爱现，很爱表现，就训练我演讲比赛。竟然拿到全校第2名，哇！有没有这么大的奖状？有没有国旗国父？有嘛？拿回去给我父亲看，我父亲看一看，那又不是读书第2名，那是你爱讲话拿到第2名的。我的心又再次受到伤害了。买一部摊嘛，结果第2名又没有用，我就继续这只有在小学校表现好，在校外是一样打架闹事。到3年级呢，那时候要选择就业班还是升学班。那时候呢，我想说自己签一签就好，但是这个老师特别严格，一定要家长签名。我就头累累去搞罢工要去升学班就业班。我继父竟然说，你喜欢读就读，不喜欢读就算了。那怎么办？我不喜欢读但是我总是要找一个有特殊我就问到我二姐，我二姐讲读书无路用无路用，安尼我就来考，所以我就跟我继父讲，我要去就业班，我就到就业班了。当就业班了以后呢，3年级那时候竟然老师选我当班长，又选我当纠察队队长，哇！那时候为什么选纠察队队长？因为老师看我很矮。我那时候国中3年才147公分，31公斤，你那屁，欧大赛，我的队员都是160呢，都160公分，还好我是当队长，不然我要是当队员呢，我会淹没在人群当中，我就当队长就在前面不用睡午觉。就在有一天在巡逻的时候，我学弟被那偶像的庙的那个礼这个附在他身上，我们就护送他回庙里面。那时候就想说，哇，家里那好多少人护驾我就护送他，我回到那走了2、3公里，碰到那个村民跟他敲那个门
他特地我讲茶，吼，阮的学弟妹嘛，我们讲你的嘴巴会来讲茶啦。哦，喝完了以后呢，就在人家的晒谷场在那边跟人家起舞。那时候想说，该我比较妙，我买回来这单机，有多少人不叫我哈？就是因为这样子，到3年级我就有种下这个想要当鸡童的意念放在心上。在国中3年级的时候，有演讲比赛，我又拿到第3名，一样拿这个国旗跟国父的奖状。回去给我几乎看，我几乎还是没有夸奖我、鼓励我。你看，爱讲话讲到真正个讲输人啦，你讲话要再讲输人家，你真的是这个真的是一辈子我没有用我就这样子被这样子一个从肢体暴力到语言暴力，把我整个自我形象都扭曲了。所以当我国中毕业以后，我就没有继续读书。人家什么2专、3专、5专，我也慢慢的学会了5专，然后5专吃喝嫖赌女会了。真的弄到这样子呢，我气到真的心脏病。我妈妈呢，提起来就出了靠，我拍你啊，我拍你啊！我每次我回到家以后，看我妈妈在我们家3合院那边哭我就跪在她旁边，跟我妹妹就拜托买个卡买个卡。可是愈考愈有志考到那么开心我又能够怎么样？我真的行善无力，惧恶无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有一天闯祸回来我妈妈继续在那边哭我那时候心想说，以后我就更晚回家，等她哭累了睡觉我再回家就在有一次，我们一个长辈。像牧师这样子有学问的长辈，因为我们村里只有没有几户人家，可是他真的很有学。他就跟我妈妈讲说：“你这个囝后盖出社会那大人了那个将派我们俩菜刀打破了死所以拿菜刀把我砍死那时候我真的想，我真的有那么坏吗？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真的扪心自问，我真的很坏，我真的很坏。所以就在有一次我那庙做解封当天请假，有事不在。那时候我就好，我来周楚除三害。我是村里面的周楚，我是那个一大害，我就从那个神坛下面把一只老虎虎牙给请出来。虎牙请出来，因为那个基隆不在另外一个基隆都没起档本来下午就要完成那次的绕境了，竟然。太阳平息了，还没办法完成，所以把它跳出来。求了好久嘞，求了好久，到最后想说算了。当我讲这个意念说要算了的时候，那偶像你就交在我身上，就完成了那一次的这个3个村的绕境。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带着鸡童的身份，到处有什么庙会就会有出现。没有庙会呢，继续打家劫舍，什么都来。什么都来就像这个，我那时候就这样子，年少轻狂，逞凶斗狠身怀凶器。因为那时候我都放口袋放了吃西餐的叉子，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扁钻，还不知道什么扁钻，我就把人家的嘴巴插，这个是也不会死的，我都是这样子。所以口出恶言桀骜不驯，讨钱敲家，偷吃拐骗，以弄相与。我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真的好苦但是呢，又谁能够了解我呢？又谁能够了解我？当鸡童的这样一个日子真的，上帝也是上帝的保守。我那阵顶头，然后械斗，因为我个头小，跑得快，所以我都没有被打到，没有被砍到。我摔一点，7切跟陪我们死就是这样子。真的神的恩典就1年半的时间我接触。就在一天的晚上，我跟我男同学到女同学家，跟那个细节我不用交代结束了以后，会经过我家，之前会有个公墓，我爸爸埋在那里，叫你到伊会甲保庇但是我买惊，嫌到我买惊，因为我真多端太坏了，真的太坏了，所以我骑着脚踏车，我同学骑摩托车，是无照驾驶。我跟来抢手间，抓着你的肩膀好不好？呼啸而过，真的他
很上道，让我抓肩膀呼啸而过。哪知道呼啸而过以后呢，脚踏车不是绕链啊，脚踏车撞到一个坑里面去了，我的牙齿就碎了，那个牙齿是假的啦。哇，下巴也流血，说当眼睛会掉，那就赶快来帮我找牙齿，因为牙齿掉满地，想到牙齿捡回来啊，拿枪一敲连回去啊。那时候也没有3秒胶哦，那天晚上我想很多，我这当天来这个牙吹，我的信用奈何我规个家庭的变过，到底是啥物情形？我拜甲遮济，拜是拜什么？拜我拜我，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告诉我。所以迄个我想出济，我就阮同事因兜，我嘴巴咬着棉花，下来用卫生纸弄的，回应啊，我想了很多，这辈子到底是做什么？我进心脏病了，靠我赔。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几乎想办法，要从哪里这个消息。在仁德有一个工厂把我送到那里，送到那里以后我才接触到教会。但是呢，我没有进去，因为我这当天呢，我哪会信耶稣？我个大孙呢要叛道的呢，我挣扎了1年多，每一次经过那个教堂，我好想进去，又不敢进去，我挣扎了1年多。就在民国67年的平安夜，经过那个小教会，要进到台南市区。一个神召会，那个是2楼，我听到，哇，那个教会，那个很热闹，音乐声传响，我抢到就骑在那个门口，就停在那个，我一直好想进去，我掉到下面吃着冰啊，好想进去，就有一个阿伯，就这样一个阿伯从那2楼上这样走下来呢，伸出他的手。他说：“พี่น้อง你别来教会了，你别来教会了。”我赶快把下面的洗掉了，槟榔渣赶快吐出来放在口袋，因为那教会是神圣的那是我的观念，就把我带到教堂。带到教堂就很多小朋友在那唱“呼呼唤的救主小将，那对街的寂寞”，耍最后一个节目。那个阿伯他没有写信，所以我现在无论碰到什么人，我都想办法传福音，我就笑话那个阿伯无信啊济，所以我们传福音卖信啊济，好不好？好有精神，就是那个阿伯没有想那么多，就把我邀请上到教会，看到最后一个节目，给我糖果、饼干，我觉得控干，哇！让我想起小时候那个环境，又给一张福音单张，给我那张福音单张，12月26、27、28陪领英语布道大会，哇！我就欢喜快乐，下完班吃完饭洗完澡，赶快冲到教会。那个时候诗歌人家都唱完了，满满的就是这样子，我就坐在那后面，汗流浃背啊，汗流浃背，就有那个很有爱心的那个妈妈，她过来了。他帮我翻圣经，当他帮我翻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好大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平常有吃槟榔啊、抽香烟，我们身上都有一股异样的香气弄起来pan开变成冰棒的pan开。可是那个妈妈真的很有爱心，过来帮我翻圣经。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教育会里面有爱有接纳。就是这样子，你们赶紧听呀！所以真的那天牧师讲什么我都不知道，因为那个妈妈一直帮我热力，手指头指到哪里，我眼泪就掉到哪里。我真的好感动，到最后牧师说今天第一次来了，要今年是举手，我就赶快举手。今天举手了，站起来，就走到台前，我就是这样的受洗。接受耶稣基督我就接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哈利路亚！人生有许多的选择，更有许多的抉择。因为现在有一些学生学车刚过，选择学校很重要的抉择。选择这么好的温馨的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抉择。阿们。选择结婚的对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你抉择对了。
未来上帝的祝福就很顺了。阿门吗？所以我们就挣脱罪恶的锁链了，进入神爱子的国度啊，从黑暗变光明。阿门。当我开始过教会的生活以后呢，我很喜欢跑教会。我就很喜欢跑教会。那时候我们教会大人小孩加起来不到20个。我就很喜欢跑教会因为那个是香港宣教士到台湾，那时候布道会是借人家的教会，我就很喜欢跑教会。到最后那个牧师说：“哇，你才国中毕业这样好不好？继续读书。”我不喜欢读书，他说：“拜托你读书好不好？”到最后好了，我就好了，就接受那个劝告，我就去念补校，我就去念长荣补校。我就开始过教会生活，又开始念补校。我放假回去就开始传福音给我的家人。我就传他跟我弟弟妹妹讲耶稣。我妈妈要写你那里去信耶稣。死孩子你要去信耶稣，到最后说你去信就好，不要带你弟弟妹妹去信好。因为如果信了会让庞大他又是长媳的身份有很大的压力。可是我就是不管了，还是要传，因为我不传没办法这个什么恩典，我妹妹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很触动，怎么样？可跟我讲一句话，你不要生气好不好？我说为什么我不要生气呢？原来我以前开头我就3字经、5字经、6字经。但是你自从回来信耶稣回来，一直讲耶稣，我都没有听到你在骂脏话了。哇，感谢主啊！我妈妈以前都念那死嘞弟呀当山科盖分血难题。但是弟兄姊妹，耶稣有办法，阿门。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生命开始了春天，阿门。我就开始读书开始传福音，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人生当中，你有碰到任何什么季节？你最爱哪一个季节？是春夏秋冬吗？我告诉你，耶稣都在其中，阿门。无论是秋夏秋冬，耶稣都是平安，阿门。感谢主。所以我就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开始传福音，开始读书因为白天工作，晚上读书，我又争取做干部，因为做干部就有影响力我就把学弟学妹通通带到教会那时候我们交大的小孩不到20个，我们教会7名牧区压倒性的胜利，都是学生感谢主。到2年级我当副社长，3年级我就当社长，感谢主。那时候都是我们社青、我们学青团体里的会友在这个过程呢毕业典礼因为我是社长我就在学校办毕业晚会，那个毕业晚会其实就是布道会因为那个学校是教会学校所以顺理成章。我准备要去当兵，那时候本来想要投笔从戎当志愿役，结果进士太重，并不愿意所以当我部队到从台南以后就到澎湖，我一样把阿兵哥带到教会。那时候是也是很紧急的部队氛围，就不能带人家接触宗教团体。因为刚好部队有接到台南寄来的教会的周报就被逮到，我们辅导长就约谈我听说你不单单参加教会，你还把阿兵哥带到教会，我就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难不成把我们带到巴山央谁怕谁，乌龟怕铁锤结果被禁足3个礼拜，禁足3个礼拜以后，我要把阿兵哥带到教会，不要怕。有耶免惊，耶稣伫遮，阿妹，未受逼迫的人有余的，我就试试看耶稣这句话真的有没有当我部队回到台湾呢，我一样把我这个辅导长带到教会，感谢主，哇，被神的爱大到第一次到教会，就被神的爱触摸被圣灵充满说完你，他结婚的时候还有亲人，他在那个彰化花坛。真的神的恩典，
我要毕业那一年呢，我信耶稣有一个神迹，我毕业没有我要退伍那一年呢，感谢主，因为我们教会办神医布道聚会，我就一直为了爸爸妈妈祷告。信主我就开始为了爸妈，因为我要做义人的后裔啊！耶稣要做义人的后裔，必定要蒙福，阿们啊！所以在座的爸爸妈妈还没信耶稣的举手。哇，你爸爸妈妈都信耶稣了，哇，阿们好，要为你的爸爸妈妈受洗信耶稣，你就可以成为义人的后裔，阿们。所以我就希望我的继父病得医治了，我就请他们上来，他们上来以后听那个。一辈子第一次走入教会，他们讲说牧师会跟他把脉啊，给他拆处方签和几穿呀，哪知道在那边听到，结果因为听不懂，在那边睡觉打瞌睡，上完会以后，本来想把他带去饭店了，我们牧师说不用，楼上的宿舍整理2个位置给他们睡，我就很放心回到部队，回到部队我就打电话到教会，看我妈妈安顿好了没有。结果我们教会一个阿嬷，一个这样子的阿嬷级的那时候我还小屁孩，一个阿嬷叫，你弟兄啊，你爸爸妈妈受洗信耶稣啊呢？大出大意，要经过我同意，信耶稣，我带你来，你拢无我知。信心就感动我，信耶稣你是你跟上帝关系，阿嬷吗？不是你跟你爸爸妈妈、跟你太太、跟你儿子、跟你女儿的关系，是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阿门。信耶稣就是你个人跟上帝，所以你看，我就这样子听到爸爸妈妈受洗，在喜安庄，是不是给人家面子啊？住一个免费的房间就单纯。可是我就过了1个多礼拜放假回去，我就问我妈妈，因为我爸爸去上班，我妈妈就跟他。我爸爸，我这个继父受洗以后回去心脏病的药就没有再吃了，就改善了。我真呀给，那怎么错了？妈妈你有在信，你爸爸信我就对信啊，你爸爸信我就跟着信，我就这样子搞好，然后对人拜佛，对人去拜佛，你搞好，因为通常我们传统信仰呢，一到庙里的三更要定安，你就保庇出平安，用行路读这广场前，地主挂在你倒位，行喺心里保庇了别人的头去。可是他就这样子单纯跟我继父受洗信耶稣，我妈妈才跟我讲说，伊有黑咕咚大开串，有医生看到无医生，有病看到无病，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看农们不该我认定他开这些钱，花了很多钱没有用，跟着我继父单纯受洗信耶稣，病得医治，哈利路亚！我妈妈气喘就好了。那时候是民国74年，我妈妈她才能跟我做见证，因为耶稣医治了她的气喘。本来在这个过程我还让我继父起一个没有身份证的冥婚的新娘。是我妹妹，我妈妈从小就生夭折的，所以真的花了很多钱没有用。信耶稣进来，我继父心脏病得医治，我妈妈就这样得医治。所以神迹在我们家，阿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到现在一直到未来都是不改变的，阿门。他是独行其事的那位。当然了，我在台北退伍了以后呢。我就在我现在目前的教会，神的恩典又有个什么神迹呢？台北市政府招考呢，结果说学历不大符合了，我们就回教会祷告了以后，再过去，王了金如龙多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任意流转，竟然让我网开一面，让我去考试，让我考试呢，神的恩典呢，学科真的都不会。数科竟然我会，因为我那夜间部白天工作，跟各位弟兄姊妹，我是学科压务，但是数科排在前面，我第4名考进去了，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因为祷告神就动工啊，哈利路亚。所以我明年就退休了明年届龄65岁就退休。神迹在我们家，在教会稳定聚会，参与教会的服事，上帝就在
教会为我预备一个贤妻良母我们这个贤妻的竟然是不孕症，是牧师祷告了以后生的。马偕医院的主任施忠言主任都检查不孕症，不孕症可怕，继续服侍教会不孕症所以花了1年以后呢，过了2个月领圣殿就又发1年，隔年我们家皇后就生了一个女儿过了隔年我要去大陆宣教，又怀了第2个儿子，真的神的恩典，所以神迹在我们家，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说上一代的原生家庭我们没办法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为我们的下一代营造一个好的、健康的原生家庭。阿们。所以我儿子、我女儿他们都有教会服侍。哈利路亚！我儿子今年7月就要挂3位挂3位，很接连长，但是他一样一直都有教会服侍。哈利路亚！这个我们家皇后出现了。我们家皇后是山东人中央山脉以东阿美族的。感谢主！我们今年8月要回去，去年回去当产子超人，神的恩典，他们家只验到这里而已，虽然在佛祖最前面。感谢主！这个神的恩典。你看我们家皇后漂亮，女儿美丽，儿子帅，因为他们的爸爸我有型感谢主！我们全家都在侍奉神，我儿子大姐幸福学堂这个第2次进入真情部落格我妈妈出现了，我睡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她现在是6月，她母亲节前一天回天家了我几乎在10几年前回天家了。我女儿现在结婚了，有一个孙女我们全家都会安排时间出游，因为我们家都是5种爱的言语，肯定的言语、精心的诗歌、身体的接触、创意的礼物、身体的接触，我们家落实5种爱的言语，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身体的接触创意的礼物、身体的拥抱。5种爱的言语，阿们。因为我小时候都没有所以我接触教会我学会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看我妈妈都穿了你的学士，感谢主！因为快结束了因着签福会神的恩典让我在前面接触了这样一个跨出我的舒适圈，不单单教会服侍带领我跨出舒适圈，丰富我的生命旅程，扩大了我属灵价值，提升了我的服侍国度真的太丰富了。我们相片来讲来分享主喊不仅备着这个第1次我记得第1次那里面好像陈宇弟兄穿背心那个还有国人弟兄不知道中文课有没有在里面第1次我所经历的第1次的外场这个云林的这国家祈祷早餐会这个基隆城市祈祷堂，还有高雄的还有这个年会很多还有监狱的前会的服侍机会跨年祷告会真的主喊不及备谈，信耶稣你就会才有精彩人生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基隆分享弟兄姊妹，无与伦比的人生七色不是6色我还没信耶稣之前是我变，信耶稣我变彩色的了，开始稳定教会的生活，我开始变灿烂的，参与前福会的各项事工，我人生变绚丽的，令人羡慕的精彩严峻，活泼的信仰，阿们吗？所以我现在信耶稣，不要信到得黑，阿们。真的，我们的神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还是死的？所以不要把娃娃的上帝信到心跳跳，好不好？不要把活的上帝信到死跳跳。我们的信仰要生活化，阿们吗？当信仰生活化，你就令人羡慕；当你如果信仰宗教，你就令人厌恶。这是我们的真哥我们
们前面总会长说的，要生活化，让人家羡慕。阿妹们，那个阿伯小时候带去教会那个阿伯，因为他信仰生活化，他没有嫌弃一个超不一定那个假文保兵的，就不要把我带到教会，是因着那个阿伯，是因着那个爱心的妈妈过来帮我翻圣经，所以我对新朋友我很注意瞄，看他有什么需要就过去主动去接触。阿妹，所以我们既然有新造的生命，就不要活在这个旧造的生活，这是杨喜敏牧师说的。因为贵家有信徒小组所以我们既然与耶稣基督连结，有没有摸着耶稣的心跳？什么叫耶稣的心跳？耶稣他是道成肉身进到人群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道成肉身进入到人群当中？阿门。所以我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无论得不得死，就是要传福音。阿门。所以我们进入那幔内与主亲近，为的是要出到以外。我们进入幔内参加教会聚会啦，参加教会的特会、祷告会啦。我们出到以外，就是拿着了快镰刀去收割庄稼。阿门。因为这个庄稼熟透了。我们不要来一起进入幔内，一起亲近，这是好的。我们来当好弟。但是我们走出去，天不敢出去传门，我们的事就叫急上。所以要传福音，阿门。所以我要把我年轻的岁月，我在信主那一年，第2年，那个韩国出宗教那个崔子实牧师，他到台南神学院呼召年轻婚姻布道大，我走到台前，主啊，我要把我年轻的岁月献给基督与教会。今年6月，我6月17要生的，我满64岁了，我仍然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把我余生的岁月献给基督与教会，还有全福会。阿门。就是这样子。跟你前后左右弟兄姊妹说，我们把今生的岁月献给基督与教会。跟随贵教会的意向使命往前，成为幸福的推手，阿门吗？哈利路亚！最后一章，我们一起来数来宝，用国语的，我好像都在讲台语。好，来数来宝，预备，来，1、2、3，来，数来宝呀，数来宝，好像预备，数来宝呀，数来宝，你们要开口好不好？预备，来。神机什么神机？我那个3弟，他是8+9，黑社会，出以后我还是要带他信耶稣。我妹妹，我为了祷告了快40年，她在几年前受洗信耶稣。我妈妈5月9号回天家，看到天使来接她，她因为车祸，结果一生圆满，竟然那个。亚洲，我进家了。耶稣带他回天家。我们5月23号，在我们乡下办了一个安息礼拜，把他们布道会来办，感谢主。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福音而活。阿门吗？好，感谢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你可能听到一个。
台也讲得不怎么样，狗也讲得哩哩啦啦。但是真感情就是好文章，把你的生命的经历分享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听。主耶稣的爱的透过，主耶稣的就透过你们传出去。我们一起来唱。无所谓黑夜，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爱，你的我真心让我真实见到你，在我的生命，我的不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所爱的真相。我
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谢谢你今天早晨透过敬仰弟兄的见证，让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的感动。而现在我们感谢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来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准备自己。当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那些刚刚有在决志信耶稣的人，我要祝福他，让他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从今以后得到上帝满满的恩典。主啊，当我们当中有任何的人，他带着困难被呼召来到台前的，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生命当中一切的难题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解决。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荣耀都要归给你。求你把最大的福分赏赐给我们众人，把最大的祝福赏赐给我们众人。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现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在进行报告之前，首先来介绍几位今天第一次来的弟兄的。那第一位是林品君跟邱世轩弟兄姐妹，欢迎。是恩宇邀请的，恩宇的朋友邀请的，欢迎的。谢谢主座。再来是林奇颖弟兄，林先生，你好。好了，这个陈玉哥带来的新朋友，欢迎你，欢迎。还有一位是沈忠宏弟兄，沈忠宏弟兄，欢迎你，第一次来教会，欢迎你。接下来来进行报告。报告请各位弟兄姊妹可以翻开周报，我们一起来看。好，首先今天的福音主日非常谢谢李建雅弟兄，用这么铿锵有力的语调带来这么澎湃激励人心的分享。我们是不是再一次来谢谢？再来第二点是关于本会消息的部分。那前面的周报上面记载的同工侍奉的部分，就请本周下周预备有服侍的同工来预备心来参加。那第二点，这个是财务部分的规定哦。我们近期也会比较频繁的刊登这个消息，就是若会有志者的名义来奉献的话，我们年底的个人奉献证明就不会再开立，所以说这个是关于财务的财务大会规定，所以说会有希望有奉献证明的话，但不愿意显现个人的姓名，要请事先的来跟我们的会计人员或干事来申请来提出，那这个部分再请各位会友来注意。第三点。TVBS 的信望爱永续基金会，定于6月17
10号周三上午9点，在本会举办新北市各区牧者的早祷会，也请各位来关心来代祷。那第4点是，我们举办的这个喜乐儿童营，约莫2个月的这个儿童营呢，已经于昨天的礼拜6圆满的结束。那会定于6月27号，也是礼拜6，于3楼的礼拜堂来举办成果发表会。那流程上2点有一个生活艺术展，想点半有美语戏剧、基建的故事，所以说是一个成果发表会，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踊跃的来参加。关怀代祷的部分，就请各位持续的为在家调理的兄姐林豪心、潘美月、林宏启、简少燕、陈珠丽、郑明霞几位，我们一起来持续的关心代祷，以及住院的弟兄姐妹徐光亮、马来金、曾文德以及洪文展弟兄的母亲，一起来持续的关怀代祷。接下来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视线的同工。周报上有记载的成人组织学下周的成人组织学部分是由同乡及神之夜一同处理的家庭冲突中的信仰这个部分的参与，在请有意。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诵我们的诗，那小人的诗，小人的国法特别秀，请起，尤其说咱请等等的导师来这样来做到。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远远。